过几千年来的繁衍进化、研究与筛选，我们即将迎来拯救蓝星计划的最后一步。只要把这个传到蓝星毁灭前16年，就能打败入侵的半人马星，改写历史，拯救蓝星。太好了，就是。如果真的成功了，蓝星人就不需要在宇宙流浪，我们也就不会存在了吧？梦中的蓝星，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童话。躺在草地仰望蓝天白云的传说，是所有人的梦想。而这个童话即将变成现实。最强胚胎将在成长为完全体后，在距离入侵地点最近的杰律市的杰律学院足球场举行的一场足球比赛中，在设计好的时间、设计好的地点，用设计好的力度和角度，一脚拯救世界。而这些都已经编写进了他的 DNA。那我们该怎么把他送回过去呢？很简单，只要拿出手机，打开 BB 快递 APP， 填入输寄件地址，选取快递员上门取件时间。您好 ，BB 快递京城为您服务。去吧，蓝星的希望，把传说变成现实。祝你好运。舰长，最强胚胎的每日养护完成了。那刚才送走的是什么？你们在看什么？啊，没关系，我这就找时光机。林北，我告诉你啊，你接口单我本来都不想接的，不但会周转不说，赚的也不多，还搞这么多戏。好了，都快到了。你的快递，接下来就靠你了。放那儿吧。来啦！您是？田先生，孩子顺利诞生了，快给我看看。是个男孩，巧的是另一家的宝宝跟您家同时出生的。那不重要，孩子要是没起名字的话，就趁现在起一个吧。他妈怀孕那天起，我就经常梦见我未来的孩子在宇宙翱翔。那么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就叫品祥吧，怎么样？喜欢吗？贼喜欢，老棒了！最强胚胎的指导员定了吗？传送过去的质子机器人已经控制了他父亲的身体，第一个指导员将由他父亲担任。好。想要让最强胚胎踢出拯救蓝星的一球，第一步就是指引他走上足球的道路。命运就从抓周开始吧。走你！什么叫万无一失？爸爸，过来端蛋糕。哎，来啦！蛋糕来喽！哎呀！我忘了，他还小，还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想啊，你看，买基金一定要长期定投，不能只看眼前的涨跌，才能攀登宇宙尽头的高峰哦。什么急？你看看你自己，都5岁了，还在蹉跎岁月，成天不是研究数理化，就是炒股理财搞投资。你都5岁了，别家的孩子都开始踢足球了，你能不能干些有用的？想想你的未来啊！我的未来？没错，你的未来，我要把你打造成英雄。看见那只峨眉，打它，然后就可以升级点技能了。我怕。
怕什么？有老爸给你撑腰，你爸可是……别怕，爸爸来了。等等，裴香是要拯救蓝星的人，他以后要独自面对敌人，我不能一时心软。我应该引导他打怪升级，获得潜力点数，点亮足球天赋。想面对这一点困难就服输了吗？你不是想要做英雄吗？我没说过呀！答应了，带你吃烧鹅。干得好！曲项向天歌，大事不好！爸爸，他好像救兄弟了，你怎么办？爸爸，你去哪？不要怪爸爸，爸爸也是为了你好。怎么感觉越跑越有力量？好奇怪！弹丸喷射！爸爸，你醒了。想，你赢了。而且我还升了好多级，有了好多点数。太好了，来，爸爸教你一点天赋，成为一个对世界有用的人。不用了，爸爸。妈妈说我应该成为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诗人等等，所以让我每样都加了一些。那足球天赋点了吗？妈妈说足球这种无聊的体育项目一点都不用加。无用之人！爸爸，你怎么了？你是在说自己吗，爸爸？从未遇到如此强敌，可恶！不甘心，这么多年辛苦修行，怎么能在决战中服输？上吧，弹丸喷射！什么？最后居然让他反败为胜？小鬼，你还是太嫩了。说好的3包辣条交出来吧。哼，你以为自己真的赢了吗？如果你跟别人说打败了个小孩，反而会沦为笑柄。虽然赢了弹珠，却输了一切。从未听过如此哲学的狡辩。虽然你输了，却中了再来一次奖，得到了和我比足球的机会。这是我人生中第1次中奖，一种感动竟油然而生。我进球了算我赢，你拦住了算你赢。该认真起来，使用我的天赋吧！还要把你的玉米肠一起赢走！我可是杰吕市公园健身第1人，区接球，我一定。在我面前，你就如同蝼蚁一般弱小。抬头看看宇宙吧，你不过是一粒微尘，而在足球的领域，你也只是一只蝼蚁。为什么我的体魄、力量、灵活，什么都练到最强了，却连接住小孩子踢出的足球都做不到？第1次这么失败，你呢？
你的弹珠不也打不过我？踢球厉害能说明什么？错，你没发现吗？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在看足球比赛？有多少人在球赛的晚上彻夜不睡，等一场惊心动魄的胜利？如果你能在足球的赛场上达到巅峰，你就是足球之神，就是蓝星的英雄。你想当英雄吗？想，我觉得自己快升天了。在走之前，我一定要问清楚，你长大后想成为什么人？爸爸，其实我不想听妈妈的，做什么政治家、哲学家，我长大了想做科学家。再说一次。敬爱的爸爸，我长大想成为一个锄强扶弱、保护世界的英雄。妈妈，爸爸怎么了？爸爸高兴地睡着了。他什么时候醒啊？当你成为英雄的时候。长大后我才知道，英雄只存在于漫画和电影里。但是，我想成为一个英雄。那就去啊，去成为绿茵场上的英雄吧。你干嘛？在这个印记消失之前，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来这里找我。蓝星有救了！蓝星真的有救了吗？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想成为绿茵英雄，就要加入足球社。不知道足球社在哪儿？哦。片子的女主只有一个，就是足球。任何球的出现都视为第三者插足。同学，排球队了解一下，今天入队还送会员体验卡哦。来我们棒球队吧，我队实力雄厚，保无险一击。成为网球偶像出道吧，少年！我会把你打造成风靡世界的明星。这点低劣的手段，也想让我变心？同学，你喜欢篮球？我说了，别跟我提。我喜欢足球，我是要成为绿茵英雄的男人。绿茵英雄？那你踢球应该很厉害吧？可以踢给我看看吗？当然可以。自从立志成为绿茵英雄，做了无数地狱训练，现在就是检验成果的时候了。我将向你展示的叫射门，不过以你现在的知识水平，很难从字面上理解。只是准备动作，就激起了迷之烟雾，这股气势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叫假动作，以你外行人的眼光是看不懂的。哦，这就来真的了。这个人不妙，我纯净的足球不能染上无辜的鲜血。哎呀，差点就闯祸了呢。给。奖了。嗨。谢。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啊？好厉害啊！我叫品翔，记住，我是要成为绿茵英雄的男人。真的不来篮球队吗？我一定要加入足球队，别的都不考虑。哎，为什么一直没有找到足球队啊？谁？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为了防止世界被破坏，
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贯彻爱与氪金的邪恶，可爱又迷人的隐藏角色阿超、波仔，我们是游走于规则之外的足球队。我是队长丹丹。喂，听说你想加入我们尊贵的秘密足球队呀？向你介绍一下，我是足球队队长谢代木，我家祖传世代都是足球队长。好厉害啊！我是品祥。品祥，现在你是我们第4个成员啦。为了运营足球队，队员是要缴纳会费的。哦，支队票价380，每个月水电供暖100，杂费400，总价888。看你一莲老师给你打个99折，一共879块1毛2。哈哈哈哈！这么重要的经费肯定要缴纳，但是收钱不着急，我有一个稳赚不赔的好生意，你做不做？什么生意啊？我是足球队第4个成员，一个足球队场上最少11个人，加上替补总共18个人，现在还缺14个人。没错啊，我可以帮你们招14个人，他们的队费我们46分，37就37。我走薄利多销的路线，那么888的3乘就是266块4，14乘以266块4就是3729块6。按照商业规则，你得先付我5成佣金，3729块6的5成是1864块8，减去我的入队费879块1毛2。现在你需要支付我985块6毛8，45入，收你1000吧。结了？糟糕，钱不够。有多少给多少，剩下的写欠条，按3分利算就行。第一次见到如此仁慈的商业奇才，这么厉害的人，为什么愿意帮助我们招新？难道他是来拯救足球队的英雄？难道足球队有救了？那招新的事就拜托你了。先去队里看看情况吧。这里就是我们的足球队总部啦。虽然破旧了一点，但体现了我们不畏艰难的精神。在你话音落下后的0.000378564343毫秒内，我已经想到了最有效的招新计划。厉害！在0.000378564343毫秒内，就找到了我们88年来从未想到的计划。招募队员，这4个字中，包含着比宇宙还广博的学问。说出来你们也不懂。总之，用我未来绿茵英雄的大脑分析出来的招新关键就是宣传，而宣传又是另一种深奥的领域，不多赘述。经过我多方走访、卧底调查、科学分析，在学校里宣传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广播。所有兴趣小组都在招新，广播室成了必争之地，马上就会有一场腥风血雨的大战，是战斗的号角，就是现在。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些人第一时间冲向了最近的入口，但这样太慢了。听说有人在变，这可是5楼啊！什么？居然还有别人想到这个制胜绝技？没办法，弹丸奥义，弹丸喷射，改！打呀！不会让你阻止阿伦去广播室的，他的梦想由我来守护。这么拼死帮助那个阿愣，对你有什么好处？是阿伦，我帮助阿伦，阿伦就会写在作文里，让老师表扬我。哼，你太天真了。当阿伦走到广播室，大家记住的只有他的实力，谁会在乎你这个炮灰帮了多少？我给你3毛，假装是你捡的，交给老师，他肯定表扬你拾金不昧。我会记住你的恩情，不过我还是选择相信阿伦。拖你这么久，我对得起阿伦了。你走吧。行了，站住！
就凭你也想去广播室啊？想读机前进吧！我要引爆核爆弹啦！大哥，我不会辜负你的牺牲的。想去广播室，先过我的尸体。我们是胸无大志的人，每天都无所事事，蹉跎岁月。是翔的加入，带来了目标，让我们体会到了什么叫充实，什么叫人生。是翔，让犹如行尸走肉的我们重新拥有了灵魂。我们不想再浑浑噩噩下去了。我们想为自己的目标努力一次。前进吧，翔，带着我们的梦想前进吧。这个人叫什么来着？喂，前面的，这10块钱是你掉的吗？哼，我才不会上当呢。但是那10块钱和我妈今天早上给我的一样，如果是我的，就亏大了。你不要我扔了啊！等等，是我的！居然敢骗我！启动核能装置。看来不打败你是过不去，我就用0.05%的力气对付你吧。那我就用0.04%的力气来对付你。那我就用0.03%的力气。我就用0.02%的力气。不过如此，我怎么可能在这里倒下？到达广播室是我的梦想。我愿意为梦想付出生命。游戏结束，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我不能辜负队友的牺牲，一定要抢到广播室。这才是结束。就算是死，我也不会放弃梦想。夺得广播室的人是我。这次不会再让你站起来了。我是一个没有存在感的人。只能在别人的记忆里存在10分钟，但这个人的眼睛里倒射着我，已经持续到10分钟的最后1秒。如果上天能容忍我的贪婪，我希望他可以记住10分01秒。刚才打分了什么？怎么毫无记忆？不管了，要快点广播才行。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能站在这里广播。离不开大家的支持，更离不开队友的帮助。我在这里特别鸣谢。喂，怎么了？坏了吗？设备出问题了，下周再来吧。哦。明明抢到了广播，却故障了。本来可以在坏掉机前招新的啦，都怪你废话太多了。竟然敢对神圣的篮球架不敬！哼！你竟然还捏爆了我们心爱的篮球！不好意思啊，不小心用了0.01%的力气，我会为这颗篮球负责的。你能怎么负责？篮球可是失去了生命啊！我跟你们比一场篮球赛，我1个对你们4个，我输的话会赔钱，赢的话，这事就算了，怎么样？就这么定了，待会儿你可别哭了。雨水的味道。哎，等会儿，我现在穿的是拖鞋，你们也换拖鞋才行。可以。世纪对决，世纪对决，乃地离手啦！外行人被我3分小王子的3分球吓到了吧？翔，你放弃比赛了吗？快拦住他呀！放心，根据我精确的计算，这球进不去。这是何等精准的计算！他到底是门外汉还是天才啊？轮到我了，新必杀，巨人弹丸配射！哼，果然是门外汉，这种姿势怎么可能进球呢？真的进了呀！你这是什么投篮？小学吗？我教你啊。
教你们没问题，1节课300块，上满20节方可毕业。现在办理 VIP 还享受88折优惠哦。上课嘛，交点学费很正常的。你们这帮蠢货，篮球队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队长，是你，哥，这就是我想推荐进篮球队的品翔，他可厉害了。是吗？那就让我检验一下。我叫菊大花，我们来公平的比一场吧。这不是足球班吗？前2场比赛打篮球，是不是哪里有问题啊？哦，怎么个公平的比法？当然是我们5个对你1个。太公平了，那怎么算赢呢？在我们进3球之前，你进1球就算赢。小婷，帮我们开球。准备。嘿！哇，2个人旗鼓相当啊！不对，并非旗鼓相当，品翔跳得更高。打过气排球这件事，我会乱说吗？什么？进来！进了！这也能进？我赢了，菊大花。哎呀，突然肚子好疼啊！趁人之危进球太卑鄙了，刚才那把不算。这么简单的事，重新来过啊！让你们先开球还不行吗？好，诚信是做人的基本，你要记住自己的话。重新来吧，一起上！冲啊！你们怎么了？妈妈，同学卡脚了，小时候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哼，这就是我在上一集给你们加的负面状态。你别得意，你也穿着拖鞋，绝对挡不住队长。你以为我这种高智商会犯那种低级错误吗？原来这就是高智商的境界。队长，负面状态消失前只能靠你了。砸棍！居然狡猾出拖鞋了，太狡猾了！太可笑了吧你！哥哥的情感表现会有1到5分钟的延迟，所以他正在笑1分钟前的事。哦，你哥的延迟比我蹭的无线网延迟还大。看来我要赢了。巨人弹丸喷射！那球我可是用上了3%的力气，怎么可能？他居然能接住我的巨人弹丸喷射！我的梦想是夺得全国冠军，如果赢不了你这个外行，我还有什么梦想可言？消，负面状态消除，知道厉害了吧？喂，菊大花，如果我赢了，你来足球队做守球门一职如何？你守门员呢？好，如果我赢了，你就来篮球队。一言为定。守门的男人，你当定了。超巨人弹丸喷射！同样的招式对我可不管用，快攻！看我的！再让他们进1球，我就会失去一个守门天才了。品翔，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你还没有拿出真本事吧？哼，果然瞒不住了。没错，我虽然是绿茵英雄，对篮球也有很多经验。真的吗？你也打过篮球？没有，但我围观了隔壁少年篮球赛很多年。接下来就用多年的围观经验打败你们吧！坏小孩，别想过去！妈妈，这个男人好可怕！菊大花，一决胜负吧！迫不及待！巨人弹丸！说了，这招没用，随便喊2句而已。什么？这么假的假动作，我居然还被骗了！等等，这球的力度还差点。我输了。什么嘛！那个菊大花言而无信啊！居然说要先带篮球队夺得全国冠军，再来足球队报道，真是。他有自己的苦衷，只要能来，就不算失信。哥哥，你真的会去足球队吗？没错，约好的事情就要去实现。不过，我也要对篮球队负责。
希望品祥能等我吧。哥哥，我们走错路了。啊，是吗？啊，难怪风姐和平时不一样。哥哥的路痴越来越严重了。之前提到隔壁少年球赛时，我想起了一个人。我在此等候多时了，品祥。你知道我要来？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博古通今，无所不能。吹牛？那我问你，1111111乘以1111111等于多少12345亿67654321。什么？秒答正确！那一个人以匀速每秒3毫米的速度从3000米高空落下，会不会死？当然会，因为他落到地面要11.574天，没吃没喝绝对死了。大师，此番我来。你们球队的关键人物我已经物色好了，按照上面的顺序逐一攻下即可。果然是大师，料到了我的目的，但总感觉写上名字会……不送。怎么只有照片啊？这个扑克脸是谁啊？这就是你想拉进足球队的人啊？一脸被欠钱的样子。他是谁啊？他是品祥。听说你在招人，我们想加入足球队。是你，三毛？对，谢谢你给我的3毛，老师果然表扬了我。哎，那我呢？你还记得我吗？你谁啊？我们很熟吗？放手啊！果然他没有记住吗？但是我也习惯了。哎，这不是7班的犬众吗？你认识他？没错，整个城市的信息都记录在我的大脑里面。不过他不认识我。这个犬众虽然才1年级，但已经有一只脚踏上了职业绿茵场，目前效力于螺蛳粉俱乐部。拉拢他确实是个很好的选择。哇！等等，这个犬众似乎吸引了品祥全部的注意力。我必须保证自己留下的印象更加深刻。有了，这把绳枪是我之前研发的，给你做见面礼。哎呀，来就来，还带什么礼物啊？这一下一定牢牢记住我了吧？你谁啊？怎么在我班上？刚才就看见你鬼鬼祟祟的。他叫阿伦，我们刚加入足球队的。不信看这个。宝贵的时间不能浪费在自习上，不如现在就去招人。但是走廊有教导主任巡逻，果然只能从窗户出去了。用不知道哪儿来的绳枪射倒6班强阵，以此为圆心做圆周运动，即可到达7班。所以呢，这个中心思想就是……这个有人飞过来了！快，品祥，上课时间不可以随便闯入别人的教室，立刻去做一件好事，弥补过错。重点是闯入教室吗？哼，今天上学路上，我看到一个女生叼着面包片狂奔。在拐角处，他即将撞到一个男生，于是我短短3.1415926秒内旋转了53589次，将男生抛向天空，避免他被女生撞到骨折。这算是好事吗？孟老师，什么？你竟然是如此善良有爱的好同学！你莅临我们教室是为了什么？为了梦想，来攻下一个人。嗨，狗二娃，我叫品祥。是要成为绿茵英雄的男人，想不想加入足球队啊？我拒绝。为什么？你不是喜欢足球吗？原因有2，首先，我不叫狗二娃，我叫犬众；其次，学校没有足球场，我怎么训练，怎么比赛？有道理啊！也就是说，只要我让学校建立足球场，你就会加入足球队？如果你真有这样的本事，我倒也想看看你的足球队是什么样的。那我们一言为定，我拭目以待。校长，我是1年5班的品祥，是要成为绿茵英雄的男人。说重点。我认为学校应该给足球队建一个足球场。没钱。看你老大不小的了，居然好意思说没钱？每天在办公室睡觉就是你的工作，为学校拿投资不会吗？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就是典型的例子。算了，我不和没有梦想的人谈足球，告辞。梦想有意思。品祥，怎么可以随便闯入校长室？刚才我路过操场，一个女生把自己的便当送给一个男生，我带着男生去了救助站，这算是好事吗？那没事了，
喂，你会足球吗？不会。人要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不要张口闭口都是漫无边际的梦想，那种人只能算空想家。现在不会，我以后一定会。我下个赌注吧，让枯燥的生活多一点期许。学校除了教学楼不可以改建，其他的地你随意使用。母，你可以叫我妈，也可以叫我母亲，但不要叫我母。我要100万。啊，这是我昨天捡到的5毛钱，剩下的999999.5块5毛就靠你自己了。哇，真不愧是第一笔资金，瞬间将徐小愁的钱从7位数变成了6位数。接下来的6位数，我这个未来的绿茵英雄手到擒来。你想应聘什么岗位？搬砖。就凭你这瘦弱的体型，也想应聘这种热门岗位？想要加入，必须有渊博的知识、灵活的头脑和过人的体质。世界果然像老师教的一样复杂。第一题，行星与卫星距离近到一定程度，潮汐纵宇宙会使卫星阶梯分散，这个是卫星阶梯距离的极限值叫什么？洛希极限。你爷爷的儿子的老婆的弟弟的大姨妈和你外婆的大表哥是什么关系？表兄妹。假如你一只手一次能搬3块砖，30块砖你要搬多久？1次。小兄弟简直是100年难遇的搬砖奇才呀！我决定聘用你。为了建设足球场，我要开始搬砖了。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这家伙认真的吗？真是笨蛋！还我血汗钱！还我血汗钱！还我血汗钱！2元一件，2元一件了啊！2元不算贵，不用回家开个家庭会。2元又不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现在谁还买地摊货呀？走吧，走吧。狗二娃，想不到赚钱这么困难。喂，把头抬起来。现实不易，但别轻易放弃。先拿去用，等足球场建好了再还给我吧。谢谢。但是……别但是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拜拜。但是前面有个坑。哦。自那之后，我便觉得世上……老板，再无阴暗天。都照旧。小伙子，还在为赚钱早起吗？这碗新配方豆浆，给你加加油。有样东西不得不还。啊！这是什么不可思议的豆浆？刚入口便占领了我的味蕾，侵蚀了身体上的每一个细胞。我好像看到了银河的源头，宇宙的奥秘，超然物外的幸福击中了我的心。老板，请把你的豆浆配方卖给我。这便是我的生财之道。我怎么不相信？这个味道，是恋爱的感觉，就像……哎，行了啊！把散麦豆浆制成盒装饮料，铺货到全世界各大卖场。将来我能建的可不止一座足球场呢。霞，这个豆浆完全没有销量吧？放在那里都结网了。因为你说能火爆全球，我们才借你钱的。我不管，快还钱！那是我全部的财产啊！你那5块钱我会还你的，急什么？哎呀，别为这种小事生气嘛。我的钱你不用还了。你谁啊？说回豆浆吧，我觉得并不是豆浆不好，而是一个新产品没有推广营销，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没错，所以我制定了一个计划。计划？什么计划？那就是……你好，里面请。几位？3位。请问，
你这里有北细巷鲜豆浆吗？哦，没有。连走在时尚前沿的北四巷鲜豆浆都没有，你们做什么生意啊？大哥息怒。我们有这种豆浆，味道也不错啊。好难喝，难喝到我要裂开了。大哥，你裂开就死了呀！虽然舍不得，但这里还有我喝剩的一点北四巷鲜豆浆。大哥，快喝一口。哎呀，好险呐！要不是还剩1点3口集团的北四巷鲜豆浆，我肯定会命丧当场的。你们店等着我律师函吧，真的太落后了，连北四巷鲜豆浆都没有。老板有是人都想喝的北四巷鲜豆浆吗？没有。走吧，连北四巷鲜豆浆都没有，老板还是不是人呐？老板，你这有喝了能超神的北四巷鲜豆浆吗？没有。去别家吧，连北四巷鲜豆浆都没有，这种店怎么还不关门呢？老板，你这有没有？没有。人家还没问就发脾气，火气这么大怎么做生意啊？啊，给你一盒北四巷鲜豆浆，消消火吧。虽然是剩下的，但是北四巷鲜豆浆真有这么神吗？这是前所未有的美味感受，就像恋爱一样。于是，在品祥的营销战术下，北四巷鲜豆浆的销量呈火箭式上升，迅速销往世界各地。由品祥一手创立的3口集团，也因北四巷鲜豆浆的销量奇迹，成为最速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每天从这无边无际的床上醒来，我都以为是在做梦，但数秒后便会清晰地意识到这就是现实。现实中的我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老板早安，请随我去更衣洗漱吃早餐吧。好啊。黄渤，球场是不是上周就竣工了？为什么你没有提醒我？啊，老朽见老板工作繁忙，所以没有及时告知，请老板原谅。好吧，原谅你了。今天跟我去球场吧。哇，这就是翔的飞船吗？黄渤，今后3口集团交给你打理，但是记得每周要向我整体汇报1次。多谢老板器重，老朽定不辱使命。这个球场，你们觉得怎么样啊？我参照那个博什么屋建造的。只要是你做的，每一件事、每一样东西都是最完美的。好威风啊！当初问我们借的钱，要记得10倍奉还啊！10倍？哼，1000倍吧！哇，我发！但是我有个问题哈，这么高级的足球场，为什么还要用廉价的人工草坪呢？是我的主意。目前国内学生级别的场地基本都是人工草坪，而足球在人工草坪上的滚动速度比在天然草坪上要快。如果你们一直使用天然草坪，到时候在人工草坪上比赛会适应不了的。没错，我听了狗二娃的意见，才选的人工草坪。约好的事，我做到了。现在到你履行约定的时候了。你都做到这步了，我又怎能不信守承诺呢？我们一起踢球吧。空投来了，速度舔包，穿装备。狗二娃约了1场球，今晚我们捷旅足球队就要进行第1场比赛了。我们才7个人，足球不是11人运动吗？官方认可的足球不仅有11人制，还有5人制。
民间更是有6人制、7人制之类的赛制。今晚我们踢6人制比赛，6名场上队员加1名替补，我们一定能踢个开门赢。好。哇，至少这么 TF 定鞋实在太帅了。不是 AG 定吗？你们不会没听讲，穿混了吧？这是翔送给我的第1件礼物。这就是那个超厉害的犬众的校队吗？怎么看起来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啊？犬众前辈，这次能和你踢练习赛，真是太荣幸了。哪里，都热过身了吗？我们直接开始吧。那就请前辈开球。喂，戈尔瓦，传给我！我还没开球，怎么就跑去别人球门了？你们给我回来！这帮家伙怎么一副门外汉的样子？不，这可是犬众的校队，这绝对是心理战术。大家打起精神，别被他们迷惑了。这招装疯卖傻是想让我们亲离。知道了。重新开球了。由我来第1个射门。等等，你要干嘛？当然是射门了。为什么故意传球给我？难道是小看我？可恶！别以为自己小有名气就可以放水。蛋蛋，球门就靠你。守门员别乱跑啊！好哎，美妙开场，我们领先那个犬众了。不是吧？这么轻而易举进球，一定是先进。踢得不错嘛，不过在我未来绿茵英雄面前还是不够看的。绿茵英雄，虽然不知道什么鬼，但是他的气势让我动弹不得。你们进1个球，我们就10倍奉还。我的腿在发抖。他过来了！受死吧！救命啊！球呢？球在这儿。等等，地级失误接2连3，莫非最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别愣住，快抢球！犬众的这些队友根本不会踢足球。那你，球权是我们的。球权的归属，你有没有问过我？别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好，翔，接球。之前是个意外，现在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看我射！为什么踢歪了？我明明每天都几千个仰卧起坐的。仰卧起坐跟射门有什么关系啊？什么怪力足球？让我们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足球吧！好。犬众前辈，你们球队真弱，这是可以说的吗？蛋哥，你怎么不用手接球？我的手够不到足球，而且壳都要碎了。对不起啊，都怪我，让你碎了。你们门外汉的程度超出我的想象，不会踢足球为什么不早说？我以为我会的嘛。记住，不会踢不要紧，以后学就是，但不要太自大了。好了，继续比赛。今天可能会是我人生中第1次惨案。啊！进了！进了！又进了！又进了！耶！惨不惨？惨！我要在你脚上写一个惨字。可恶！不管是打弹珠还是拍纸片，无论什么我都没输过，唯独足球我怎么也摸不透。如果不想更惨，就变得强大起来吧。再试一次。为什么传给我啊？别怕球。可恶！狗二娃用的什么技巧？为什么我踢不中球啊？每次都传球给我，传的还不错哦。不行了，也许是我创建人物的时候天赋点没加对。对不起，可能我根本不适合踢足球。品香同学，你不是要成为绿茵英雄的男人吗？绿茵英雄是不会垂头丧气的哦。品香同学，你发现了吗？很多人因为足球聚集在你身边了呢。这么多人支持着你，
希望你不要放弃啊，去成为大家的绿茵英雄吧，皮香同学。你特地跑来对我说这些吗？不是，只是哥哥迷路了。绿茵英雄，舍我其谁！这速度别快啊！球不是传你的，还我！不可能，他明明不会踢球，居然抢走了我的球！落后的比分我要全部追回来！他来了，快跑啊！好可怕，好像怪兽！翔，你的球还在这儿。我们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全国大赛预选赛将在11月进行，我们的人数还不足以报名。放心，我正在用这本迷之小孩送的球员花名册找人。不过这个人又是谁啊？哎，这个人叫谷雨，在8班。你谁啊？你有主意就好。休息完毕，先继续训练吧。哦，哎，翔，我还没说完呢。这个谷雨发过誓，再也不踢足球了。那就是谷雨吧？果然，看起来和我们一样不是什么好人。找他聊聊。你就是谷雨吧？逃课可不是好学生应该做的。我叫品翔，是要成为绿茵英雄的男人。要不要加入捷旅足球队，驰骋在绿茵球场上呢？你找错人了。喂，谷雨啊，我们老大让你后天去白虎大商场谈谈跟你们晴隆集团的生意。哦。我们老大还说了，你要不来，直接强吞市场，没商量。鸿门宴。反正话带到了。顾远，听我说，足球可是世界第1的运动，没有人能拒绝它的魅力。我能感受到你的心在蠢蠢欲动。没兴趣，我绝不可能被坑第2次，除非有什么不可抗力。顾宇，告诉你，我就是那个不可抗力。明天是关键一战，所有人早上7点集合，不许迟到。是。顾宇，回去好好休息。你可是10号，你状态的好坏是会直接影响我们球队实力的。顾宇，子君，什么事儿？去我家玩吧，我买了最新的 PS，是那个能让人变漂亮的软件吗？是游戏机了。那还不快走！妈，好了吗？好了，一口见效。别喝边玩，来口果汁吧。我怎么睡着了？晚上8点半怎么这么亮啊？啊，早上8点半吗？锁住了，有人吗？开门！对不起，国宇，阿姨不能开门，你继续玩游戏吧。为什么？放我出去！今天是关键的比赛。就是因为关键啊！为了让子君上场，你这个主力就不能出现。子君那么热爱足球，又那么有天赋，要不是因为你挤占了他的位置，他怎么会只是一个替补？结束了，谷雨。不管你因为什么旷赛，我都不会原谅你。明天起，你不再是街旅小学足球队的队员。我最讨厌足球了！小小年纪就一脸苦大仇深。你被背叛、被陷害一次，就知道为什么这样了。有意思，你的眼神我很喜欢。以后愿不愿意跟着我混？跟着你？我发誓，绝不会背叛你。你叫什么名字？谷雨。谷雨，欢迎回家。东哥，
最近白虎大商场抢了我们很多生意，恐怕……白虎大商场，我知道这件事下次再说。除了这个问题，大家对明年的计划还有什么异议吗？没有，我有。哪里混进来的小鬼？保安呢？保安呢？你什么时候跟过来的？古雨，你认识？这是我学校的同学啊，东哥。就算是你同学，乱入会场也要接受惩罚。大家稍安勿躁。我觉得你们现在的划分和发展实在是太过于随意了，缺乏专业的管理和意见。有意思，看你说的有板有眼，不知你有什么高见呢？高见不敢当，不过根据我的调查，你们这些年的营收应该一直在盈亏持平吧？要知道，做生意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赚钱吗？既然不赚钱，这种生意做着有何意义呀？而以你们的实力，实际上不应该做成这样。归根结底，还是管理方式和运营方针有问题。从管理上，你们应该根据区域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化考核；而在运营上，你们更应该保证商品的存货品质、货架的整洁以及新旧货的淘汰标准。所以你说什么？他还是个孩子，东哥，放他一马吧。你刚说什么？能说详细点吗？我听不懂。不懂？你是怎么做管理的？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无知啊！哎，你小子，信不信我分分钟让学校把你开除了？哎呦，一天天就知道威胁人，做派这么老土，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不怕别人笑话吗？你这小鬼！你到底想怎样？并入我的公司，我有专业的管理团队，能让你们登上新台阶，让大家都有钱赚。你到底是什么人？三口集团，我的。原来是三口集团的老板。在下有眼不识泰山，本公司能并入您的旗下，实乃这辈子的荣幸。有事您说话。东哥，我要他。起床吃饭啦！你怎么在这儿？你忘了吗？你们整个公司已经被我接管了，现在你住的员工宿舍也是我的资产。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会放弃邀请你进足球队的。我可没卖身给你，不要再纠缠我了。那家伙，顾宇，你终于打算继续踢足球了吗？我不要，要不是那家伙，我就是首发了。足球，整天让我加入球队，你烦不烦？你冷静点，冷静点，我真的很有诚意的。诚意？好，明天中午12点去白虎大商场5楼等着。做到了，我就加入你的球队，否则别让我再看到你。他们说的是市中心那个白虎大商场吗？听说最近虎皮怪人每天都在。他1天之内就扫荡了周围10家俱乐部。听说他有700号手下，专门给他找新猎物。这么厉害，这小子真敢去吗？一言为定。老大，有人找。你就是虎皮怪人吗？废话。你就是古雨？我不是。不是，你来我这儿干嘛？古雨说今天12点会来，如果我在这，他就加入足球队。这是男人间的约定，请不要干预。什么乱七八糟！不管你有什么理由，离开我的商场。我要找的是青龙集团的人，不是你这个小喽啰。我想问个问题，你夏天穿这么多不热吗？不热呀，我感觉还有点凉凉的呢。别装了，你都出汗了。这样穿比较酷嘛。穿这么厚很容易中暑哦。你这小鬼，话太多了。听说你约了老板在白虎大商场见面，但是你没去。我只是想耍耍那个白痴。被人背叛的滋味，不想没人比你更清楚了吧，小雨？都过去了，你要向前看。我能感觉到，它让你身上出现了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快乐。别开玩笑了，你哪只眼睛看出我快乐了？行了，别骗自己了。可是我……烦人的家伙，我去了。这就是青春吗？
我就知道你会来。他们说你是骗我的，让我走，但我没信。我确实骗了你，我失约了。你没骗我啊？你这不是来了吗？你让我中午在这等你，但中午只是开始啊，你来了才是约定的结尾。原来是这样吗？在他的眼里，只要我来了，就不算失约吗？怎么不说话了？真是个笨蛋！快跟我走，这里太危险了！喂喂，年轻人，不要乱讲话，哪儿危险了？我们早痛改前非了。自从翔哥来了以后，我们的人生才变得有意义。老板万岁！都是自己人，他们跟你一样都被收购了。所以古雨，你要求的事情我做到了。现在，本来这辈子我都不想跟足球再有交集，没想到你这个笨蛋，又让我燃起了踏上绿茵场的冲动。我履行我的承诺，加入足球队。欢迎加入捷旅足球队。大家都过来一下。哦。做个自我介绍吧。大家好，我是谷雨，身高1.82米，体重71公斤，曾经是校队的边锋。虽然很长时间没踢球了，希望大家能多多指教。你好，你好，我是球队队长，指导什么的我最在行了。来，我给你演示一下什么是头球。厉害啊，蛋哥！居然能把球射到只偏离球门5.38米，你一定偷偷练了吧？这就是天赋，你不懂啦。行，我也成长了，你也表扬一下我嘛。你现在走还来得及，好不好嘛？儿子，虽然你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追赶，但是身为王牌，我可以教你射门，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神之一脚。你是挖掘机吗？再见，古雨，接球！好厉害啊！看来我没记错，曾经捷旅的王牌，你的球技依然厉害。你是联赛上败给你们的经历，我还记得。如今的我已经丧失了太多足球方面的东西。刚才要不是你的传球，我也不可能射中。无论力道还是传球的落点，都恰到好处。你应该就是这支球队的10号吧？10号哪里特殊吗？10号就是球队的核心。我是队长，我才是核心。核心应该是我和品霞。我可是将来要成为绿茵英雄的男人，自然我才是核心。你们到底懂不懂什么才是核心啊？那这次就你跟他们解释吧。一支球队的核心往往是中场球员，是组织球队的进攻引擎。只要中场核心能正常运转，全队的行动力便会源源不断。纠正一下，虽然10号确实代表核心，但在现如今的球场中，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场。我也要穿10号球衣。约的第2场比赛定下来了，什么时候？和谁？明天晚上9点，7+1练习赛，平山学院。那个，我明天有事情，没法倒时间吗？抱歉。比赛一共要8个人，如果缺人的话，实在不行我随便去拉一个。练习赛是为了磨练大家平时的功底，也是对我们队员的磨合。请问，这里是足球队吗？你是？你们好，我是刚转过来的学生，我叫小兰，刚看到你们的招人传单，我想加入足球队。你真的要加入足球队？是啊。太好了，欢迎你，小兰。谢谢前辈。这人踢过足球，未免太巧了吧？那个前辈，我算是加入了吗？前辈。以后有疑惑就来问我这个绿茵英雄前辈吧。绿茵英雄，自己什么都不懂，还想教别人？谷哥，有句话叫做“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整个足球队可都是我投资的，我会审时度势哦。算你狠！既然人都齐了，那就打起精神，明天比赛。抱歉，刚进来就要让你踢比赛。没关系的啊，钱钟前辈。我记得教练不是说不允许踢野球的吗？别怕嘛，队长。要知道我这次约的可是犬众哦。就是那个有名的犬众吗？那还真有点小期待了。
你好，平山独孤灯心。你好，节旅犬众。久仰大名。这个身高踢球没问题吗？喂，品香，礼貌点，蛋蛋都比他矮，你怎么不说？都说我干什么？哦，对不起，我没有恶意啊，我只是好奇。没关系，毕竟足球可是不管身高多少都能参与的，而且这也是足球的魅力之一哦。没错没错，我也觉得足球很有魅力。我叫品翔，是要成为绿茵英雄的人。绿茵英雄？大言不惭。我叫独孤灯心，是要成为球王的男人。但是绿茵英雄可比球王强1000倍呢！别傻了，球王可是比绿茵英雄强10000倍，绿茵英雄强100万倍，球王要强1亿倍。别争了，很丢脸的呀！这有区别吗？你们是小孩吗？我是平山足球队队长天明，我是犬众，我们快开始吧。古尔瓦，开始了记得把球传给我。我要让他们见识一下绿茵英雄的厉害！吵死了！你安静点儿。这里！想传球，别做梦了！怎么会？这是外脚背的弧线球！这么积极的上抢，是想要打压我们的气势吗？看我拿下这第一球！那个谁，这么远别急着射门。哎，我骗他的。不愧是犬众啊！古尔瓦，快传球给我，传给我就能进球了。品翔，虽然品翔的跑位更好，但是古雨更稳妥。蓝发红眼的跑位很好，只需要一个身后球就能形成单刀，所以犬众传球给他的几率非常高。如此的话，我便可以在中场拦截。居然传到了另一边！古尔瓦，你知不知道你错失了进球的良机呀？吵死了！好球！可恶，强行转身，太小看人了吧！你休想！这么刁钻的射门，给我拦住啊！好厉害！我也想像古雨一样帅气的射门，我也好想知道进球是什么样的感觉。犬众，明明蓝发红眼兄弟的位置更好，你为什么要传给他？看穿我的想法了吗？没有，只是那家伙完全不会踢球，是一无所知的那种。加油！怎么了，队长？不就被进1球吗？放心，我马上追回来。没什么，准备开球吧。日之学长，这个球就先让给我吧。别玩得太过火哦。品翔，现在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球王。正好也让你见识一下绿茵英雄的厉害。让我们一决胜负吧！奉陪到底！可恶，没夹住！不甘心吗？很正常，因为在他的身后，不甘心的人可太多了。毕竟灯心就是一个为足球而生的孩子，矮小的身材却非常灵敏。想要穿过我，就让你见识一下我的绝技——投影分身之术。这什么东西啊？真是不堪入目。最重要的是他拥有的超人类球感，那球感就仿佛足球是他身体的一部分。这种与生俱来的能力，强大无比的身体协调能力，这就是未来的球王独孤灯心。连狗二娃都被突破了，看到了吧？正因为他高人一等的能力，我才能和你在这里悠闲的聊天。这就是球王吗？看起来想要成为绿茵英雄，就必须要先打败他了。这个叫做独孤灯心的男人，这家伙居然在笑吗？赶不上了！快来人呐！他要射门了！1分，想得美！你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们的对决可还没结束。拦住了！过啦！波仔，球进了！可恶，没能拦住！笨蛋，你别破坏场地啊！这次进球更多的是运气。这家伙，而且我的脚已经麻了。
还是输了。被反超之后，我们彻底进入了对方的节奏，再加上古雨体力不支，以及品祥的力量控制不足，所以很自然的。不过较之从前，已经是非常有进步了。哼，下次遇到平山学院，我一定将进球加倍奉还。对，就是要有这样的气势。喂，小伙子，能不能帮我推一下车呀？车子抛锚了。没问题。大顺坐好了啊！哎，小伙子，你能行吗？不管看多少次，我都觉得这家伙是个怪物。翔，我有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我是想说，经过2次比赛，我觉得我们除了技术差距之外，还有战术打法上的差距，所以我希望你能聘请一名教练。教练？等一下，我看看啊。教练是吧？只有照片吗？此人叫阿秋，一名忠实的足球爱好者，同时也是一名足球教练。他目前执教的是中心少年队，长期居住在水南路东351号的隔壁。你倒是听我说完啊，翔！现在在下雨，要不我们改天再去吧。1寸光阴1寸金，教练的事情必须争分夺秒，怎么可以因为这种毛毛雨而耽误呢？我们游过去吧。毛毛雨。这个笨蛋，不会游泳能早点说吗？我以为我会的嘛。你怎么不以为你是猪呢啊？有人在吗？你们找谁啊？你爸在不在？我爸的信息很贵的，想要就付钱。你这小鬼怎么和蛋蛋一个德行啊？切！1毛钱？你是在打非要饭的吗？你以为这是1毛钱吗？虽然它看上去是1毛钱，可是你将这1毛钱保存的话，多年后它就不只是1毛钱，那就是一张古董，一张价值成千上万乃至100万的独一无二的收藏品。所以我不只是给了你钱，还给了你对于未来无限的期望啊！这话……好了，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爸的信息了吧？我爸不在，明天来吧。你好，阿秋，终于找到你了。我不是阿秋，你们要找的阿秋是他。臭小子，还我1毛钱！别浪费时间了。您就是阿秋吗？我叫品祥，是要成为令人英雄的男人。是我没错。不过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们想要邀请您做我们足球队的教练，不知是否可以展示一下您的实力？没问题，当然没问题。那个，你们下午有时间吗？来跟我看一场比赛吧。这次我们的阵型打4-2-3-1，注意前场阻截，还有边后卫要积极上前协调，将打法贯彻到底。是。抱歉啊，带你们来这儿，不过这样一来，你们也能知道我的实力了。没事。教练，对不起，我们输了，我们太弱了。没关系，没关系。今天的失败只是为你们未来铺路而已，不用在意，快回家吧。不好意思啊，本来想让你们见识一下的，不过请务必再给我一次机会。不用了，谢谢。二娃，不至于，谁都有失败的时候，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不用了，小哥，我的实力我清楚的，谢谢你们能来找我。听我把话说完，我的意思是不用再试了。品祥，签了他吧。为什么？你提出的战术打法不错，只是让一群少年生去执行，不说理解，单单其体力也无法完成，所以你更适合高年龄的球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我灰暗的人生里添加了一抹光。为了表示对你们的感谢，我请你们吃饭。说是请我们吃饭，居然是去蹭试吃。我发誓，以后
可是吃得好饱，不是吗？教练，你还打包了一份带给谁啊？我爸还没吃饭呢，我给他打包一些带回去。你们仨是谁啊？来找阿秋玩的吗？有牛排啊！哎呀，阿秋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还是留给他吃吧。我爸的大脑有些问题，他的记忆还停留在我小时候。原来如此，阿伯，阿秋长大了，是我们的足球教练了。教练？你是阿秋的教练吗？教练，不要开除阿秋啊！虽然他跑得很慢，经常摔倒，身体也很迟钝，但是足球是他的梦想啊！爸爸，如果连他的梦想都守护不了，我还有什么资格做他的父亲啊？说起来，我爸也曾经是一位职业球员，在本地小有名气。只是有一次，他输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然后被换到了替补席。在此期间，我因为能力问题被训练营开除了。教练，你不能开除阿秋啊！虽然他跑得很慢，经常摔倒，身体也很迟钝，但足球是他的梦想啊！你放开，他的梦想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儿子这么无能，留在球队里就是个累赘。求你了，教练，千万别开除他呀！如果连他的梦想都守护不了，我还有什么资格做他的父亲啊？既然你这么伟大，求我呀！爸爸，算了，我不踢球了，我们回家吧。阿秋，你听着，大丈夫能屈也能伸，就是不能半途而废。求求你了，教练，请让阿秋留在球队吧。爸爸，就这样还职业球员了，也太没骨气了吧！求你了，教练！别，我可受不住！快起来吧，你儿子就暂且留在球队吧。谢谢教练。爸爸，对不起。虽然留下了，但凭我的实力，只能做替补的替补。阿秋，你听好了。球员如四肢，而教练如大脑。既然你成不了四肢，那就去成为一支球队的大脑吧。爸爸想让我去做教练。你们教练虽然人品差些，但他的执教水准在本地属于上乘，你要好好向他学习。明白了，我不但要向他学习，更要打败他，让他心服口服。虽然担任的是饮水机管理员的重任，但我没有放弃任何一次学习的机会。可惜，在我学习期间，爸爸的职业生涯每况愈下。再后来，爸爸的精神出了问题，妈妈也离他而去了。多年后我才知道，爸爸当年为了帮我筹集训练营的高额学费，在外兼职，影响了比赛。真是一位伟大的父亲，让人羡慕啊！这样吧，教练，我提供最好的医疗来帮助老伯恢复。真的吗？太感谢你了，恩公！举手之劳，教练你尽快准备，2天内上任吧。没问题。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教练了。我叫阿秋，我想要掌握一下你们身体各方面的信息，所以准备了一系列的测试。是。首先是防反跑5次，谁先来？我先来吧。完了，好快！再来50个俯卧撑。完了，叫我请做60次。要完了，厉害呀！你的球技一定很棒，快丢个球给我看看。他毫无球技可言的，能颠得跟我一样多，也算是厉害了。厉害个鬼啊！好，接下来轮到你们了。是。我对大家的体能情况已经了解了，但还需要用实战掌握你们的本领。我约了一场练习赛，大家做好准备。教练，我们人还不够。没关系，有多少人就踢多少人的，只是没有门将才是最大的问题啊。门将我们早有人选，全国大赛的预选赛开始前，他一定能来报到。在此之前，我先找个人顶替怎么样？那临时门将交给你解决。明天继续训练，后天比赛，解散。站住！
你们想躲干嘛？我们创队88年，从没有过教练指导，加练吧。没错，我得尽快恢复实力。训练量不够的话，还怎么成为绿茵英雄？爸爸，这些孩子很有活力，以后他们就是我的四肢，而我就是他们的大脑。明天就要比赛了，临时门将还没找到。现在播放一条紧急新闻：杰旅大厦已经被歹徒占领，被劫持的人质就在楼顶，谁能拯救他们呢？我叫孙一回，男，没钱没女友没理想，真正的三无设定。我短暂的人生在这一回出场就要终结，临死都没和可爱的美少女说过话，好不甘心。你好，好巧啊！你也是人质吗？这是谁呀？居然在关键时刻打断我的内心独白，气氛都没了。不理他，重新独白。临死前都没和可爱的美少女说过话，我好不甘心。你想加入篮球队吗？都不是一个学校的，加个鬼呀！我只有一回生命，不要再打断我的独白了。哦，人质之间不准唠嗑，只准内心独白。我们哪有唠嗑？算了，反正都快死了，何必吐槽这些？再见了，美丽的蓝星。哎，什么东西？来救我的天使！这是歹徒吗？一个波棱盖就解决了，风险可控，一起处理。那是来救我的天使啊！混蛋，把我的天使还给我！品香，曲小婷，你被劫持了？是啊。别过来，再过来动手了！那我来救你吧。好，你们有没有听我说话？大侠，看在小婷的份上，把我也救了吧。小婷，你朋友？不认识。你刚才不是特地找我唠嗑的吗？算了，本来设定上我就只能活一回。你这无视我，忍不了了，去死吧！发生了什么？还敢反击是吗？我不客气了！都死了。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原来天使一直就在我身边呢。女侠饶命啊！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其实这是我的被动技能 ，Q 弹无反100%。被他们救了呀！我的生命没有在一回合内结束，这让我明白了，命运并非注定。从今天起，我也要和他们一起，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做自己的主。那个谁，你是想要加入足球队吗？你们烦不烦啊？为什么总要打断我的内心独白？不是加入篮球队，就是加入足球队。哎，等一下，你刚说足球队？足球是我丢失已久的儿时梦想。如今的你，想要成为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不是更应该重拾梦想吗？重拾梦想。多谢指点迷津，请务必让我入队，转校也没关系。太好了，给球队找了个凑数的。对了，小婷，你明天有空吗？对我走点心呀！有啊，怎么了？你想不想成为绿茵英雄背后的女人？你这是在向我那个吗？我愿意。那好，明天有练习赛，你做门将。哦，这样啊。这次的对手是杰旅，听说那个厉害的犬众就是这个球队的。不管对手是谁，面对本大爷只有跪的份儿。哼，李尔，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轻视对手。嗨，天马队长，这叫自信，知道吗？有我的攻击力和你的防御力，试问全国有几队能敌？我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老子今年要带领水南称霸全国！哈哈哈！我队长，队长，李尔挂树上了。那个傻帽，到底要蠢到什么时候啊？等等我！洪波教练，当年一起学习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一晃眼你头都秃了。呵呵，你可真会聊天儿。这次我把你们的战术研究得非常透彻，你可要小心了。墨镜大叔，告诉你，无论你怎么研究都会败，省省吧。笑话！你们舟车劳顿，我们以逸待劳，再加上有我这个绿茵英雄，败的只能是你们。什么狗屁绿茵英雄，在老子面前都得趴。足球的胜负不在嘴上，在球场。放肆！骄兵必败，
丽儿，今天你替补啊？我替补。老头，比赛开始到现在，敌方攻入我方禁区几次？5次。那我方攻入敌方禁区几次？1次也没有。你应该不想输给这种不知名的球队吧？我劝你换我上场，除此之外，你别无选择。丽儿，我劝你适可而止，你上不上我说了算。怎么？有能耐的话，全国大赛也别让我上场，你敢吗？你先去热身，到了时机我再换你。早说呀！群众前辈，好球！禁区前人太多了，这样很难攻进去。好跑位，无空抽射，太慢了。什么？我的抽射居然被稳稳的接住了！切，软绵绵的射门，要是给我射的话，早就进了。你说什么？大家快上去，尽量一脚传递，开始快速反击，往前压，把他们的前锋线压制在他们的半场。好球！韩国的新必杀，大逆反击，之后就靠你们啦！大哥，还是你对我最好，我一定不会辜负你这个传球的。看我射门吧！用脸接球，这么高端的技能我可学不会。相传的一脸好球，我没传，那本来就是我的球。这就是拳中的射门吗？无论角度还是力量，都高出之前的射门好几个等级。这门将实力着实不凡，看来想进球，只能用内招了。补刀小王子来了！只要有我这个肛门在，你们别想轻易进球。虽然门将最怕的就是补射，但是这个球的力道也太弱。不过再这样下去，任我有3头6臂也难保住球门。快出大闸了，顶住他们！被别人压着打太丢人了。进攻，缓解对角压力。他们快攻了，后防线回撤，中场协助拦截。那个孙一回，他们来了，你让开一下。之前是你帮我挡子弹，这次由我来替你挡住一切。不要问我为什么，仅仅因为我是一个男的。球出界，水南要求换人，加油！之后就靠你了。水南想赢球，当然还得靠我。刚才球出底线，水南队罚角球。边儿去，这球我罚。大线盯好，注意力集中。半场之内都是我的射程，角球更是不在话下。门将注意，这是直接射门。接住了，是这样做吗？什么？虽然距离是远了点，但是以我的力量，为什么会被一个女生接住？虽然是临时门将，但丝毫不亚于对方的门将。自从加入这个球队，比赛的过程就越来越诡异了。哦，踢歪了，对不起。人的漏洞由我来弥补。这球是我的，你想踢到哪儿去啊？我的脚！这次的力道增加2倍好了。哼！不可能！李尔的射门连我都难以防守，那个小姑娘居然……传得好，小兰下地传中，收到。我进球的时机到了，你们的美梦到此为止了，快传给我！好好享受即将到来的噩梦吧。比独孤东心还厉害！大波拦截！大力出射！游戏结束了。于是，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些了。烦死人了！这就送你们一起上路。于是，如果有来生，还是希望能够为你遮风挡雨。你是谁？皮翔。小婷，一回辛苦了，剩下的交给我吧。为什么你一个前锋会回防门前啊？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我，因为我是绿茵英雄。这不现实！乌龙球，快告诉我这
不是真的。上半场比赛结束，进球有效。你是来搞笑的吗？居然踢进自家球门！你是脚上长疮了吗？别哭了，行了，他们也是有口无心。我不是因为他们哭，我是因为进了人生中第一个球，喜极而泣。滚呐！下半场切断里尔与中后场的联系，加强中场的逼抢，在中后场传球给他之前，就把球断下来。下半场比赛开始，所有人传球给我。顾宇，来得好！快攻！哦，可恶！球又到我脚下了，你们死定了！怎么个死法？来得正好，让你明白绿叶英雄多么不堪一击。是吗？那就一决胜负吧，正合我意。元首，那颗蓝色的星球就是我们的目标，蓝星。只要得到蓝星的资源，就能修复半人马母星。为此，就算毁灭蓝星，也在所不惜。蓝星人的科技已经被我们提前锁死，得到资源易如反掌。报告，前方传回了一些蓝星的视频影像。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一群人追着一个球体跑来跑去的。根据调查，这是一项叫做足球的运动，流行于蓝星全球。好像还挺有意思，全凭看看吧。怎么感觉像踢中了一堵墙？又一个手下败将。小兰，你的腿受伤了，把球踢出边界就划算了。现在是绝佳的进攻机会，我不可能放弃。好球！这招本想留到全国大赛作为绝招的，看来现在不用是进不了球了。这种远射我能接住。没接住，都怪我太强了！进去吧。好险！球还没出界，品翔，丢掉的比分我要亲手要回来。今天的进球全由我承包了。无言以对。哇！这么好的机会居然没进，真是臭脚！快点赞呐！警告！警告！前方高能反应。怎么回事？成功了！半人马座的舰队被摧毁了。品翔，你做到了。蓝星没有被毁灭，蓝星人不需要再流亡，我们是流亡者的最后一代，完成了伟大的计划，可以无憾地消失了。好像踢到了什么。别望天了，开球了。哦，既然他们隔断了中场和里尔的联系，那就由我直接传球给里尔好了。好大的奖励！传得好，不愧是天马队长，别想进球！你还嫩着呢。选中，别忘了还有我。好样的一回！站住！混蛋！那个谁，接球！好球！投以飞身之术。翔，你绝对会射偏的，快传过来！做梦！机会只留给有球的人。我一记计算好的假设真传，就会让你……居然是计算好的假设真传吗？我都被他的眼神骗过去了。别小气！虽然还不能完全掌握，但只能再试试了。又来了吗？接连接连射门，天马队长撑不住的，我必须做点什么。只要经历一次就能看穿了。又是他，这就是与生俱来的嗅觉吗？这次绝对不会再打飞了！不许对天马队长这么放肆！可恶！悲剧发生的那一刻，比分永远停在了1-0。全场比赛的进球由我包办了，但比赛也因我而终止了。他的伤势完全恢复需要半年左右，
即使痊愈，也不能进行剧烈运动了。可是，1个月后就是全国大赛的预选赛了呀！以后足球生涯能不能继续都是个问题。对不起啊，我没想到。滚！那个，你安心休养，所有费用都由我承担，赔偿的金额都听你的。钱有什么用？你知道腿对我有多重要吗？知道这次全国大赛的意义吗？错过这次，错过这次，对不起。滚蛋！我不想再看到你！滚！嗨，球场上发生意外，谁也不想，别太自责了。这次全国大赛，听李尔的话，好像是他的全部一样。哦，这个呀，因为我和他有个约定。约定？嗯，其实我和李尔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别看他很凶，内心其实很温柔。小时候，每次见到他和妈妈，他的身上总有伤痕。一开始我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有一次路过他们家，我想去探望妈妈。臭小子，谁允许你吃饭的？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可恶！不要，滚！哦，多管闲事。吃饱后一起踢球怎么样？我守门，你射门。好。那年只要能赢得最后一场比赛，水南少年队就能参加全国大赛的少年赛了。可惜我们输了。别垂头丧气的，你的防守无懈可击，输掉都是因为你的队友太弱了。李尔，铁马，你等着，我会考进水南少年队的，到时候我会成为你手中锋利无比的剑，陪你称霸全国。李尔进队那年，是我在少年队的最后一年，他很想陪我进军全国大赛少年赛，可惜我们还是输了。铁马，对不起。我在青年队等你。我发誓，我绝对会变得很强很强，强到没朋友。等我到青年队，为你披荆斩棘。然而，明年我就要外出留学了。今年是我待在水南青年队的最后一年，也是我踢球的最后一年。这样啊，下次见面就是全国大赛了，到时候再好好比一次。嗯，我们一起加油吧。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找我。好，那我就照顾李尔了，再见。再见。因为我引以为豪的力量，李尔拼命想实现的承诺，失去了最后的兑现机会吗？啊，不知不觉走到了这里。我在此等你多时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会来这里，你怎么知道？我来这里是你指引的吗？谁知道呢？也许是你内心深处的自我引导。有什么迷茫，说说看吧。我真的能成为英雄吗？英雄都是在帮助别人，而我却在摧毁别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没必要这么沮丧。我不能完全体会李尔的心情，换作是我的话，想死的心都有了呀。以你的力量，发生这种事是迟早的。挡在英雄成长的路上，受伤不是正常的吗？原来这就是英雄的成长吗？如果一定有人会受伤，我才不要当这样的英雄！钻什么牛角尖？我说的有错吗？有了半途而废的想法就是错。半途而废又怎样？我富可敌国，放弃一个梦想又有什么损失？你可是有10几个队友啊！你要是放弃了大家的梦想，连条咸鱼都不如。说什么富可敌国，好好想想你的初心呢！我是为了成为绿茵英雄，可我到底该做什么？拿着吧，这双鞋能封印住双脚70%的力量。你个仆街啊！有这样的装备，干嘛不早点拿给我啊？之前的时机未到嘛。不过你
你30%的力量也超越人类极限了。如何成为你心目中的绿茵英雄？去请教你的教练吧。对了，这双鞋的附魔效果会维持到你脚底板印记消失的那一刻，要好好珍惜哦。是这个印记吗？这个味道让我有种窒息的感觉。你的脚为什么这么臭？这个我怕洗脚会把它洗掉，所以那天起再也没有洗过这只脚。笨蛋，洗不掉的。快穿上鞋子，太污染环境了。1个小时了，为什么我们还在这儿？难道计划看似成功，其实失败了？舰长。这些卑鄙的人类，竟然用那么有魅力的足球比赛让我麻痹大意后搞突袭，这仇我非报不可！这里，哟，你回来了，刚好有事找你。皮翔，你什么好帅呀？什么东西啊？练习赛之后，就有3个同学加入了球队。喂，过来吧！哦，怎么才2个人？你刚踢飞了一个。这是我们老板品翔，你俩自我介绍一下。您好，我叫幽离幻伤冰蓝玫瑰梦亚尔弗列德天流云彩奥古斯汀。那个，我是梦迷离班克罗夫特柔水情商魅隐苍凉英兰冰花湖顶盲参与阿莫斯特朗。皮翔，还有我就是翔，由我来保护。都太长了，谁记得住啊？今天起，你们就叫阿多、阿来、阿菊，不准抗议，立即生效。是，老板。好了，你们3个先去练习吧。该说我们的事了。你已经意识到了吧？现在的你有缺陷。那我该怎么做？颠球。颠球？颠球能培养出你的球感，球感则可以让你感受到球的每一个状态与存在，然后跟球融为一体。所以学会颠球，就是你迈向成功的第1步。一句没懂，但我一定会尽全力。一个。教练早啊！看起来我们来的还挺早嘛。天真，他们仨天没亮就来练球了。来这么早，你们是想取代我们吗？没有啊，你们误会了。我们3个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替补。好吧。教练早啊。哟，古玉来啦。教练，品翔离队1周了，以他的天赋，末日到了他都回不来。我相信他。才怪！我跟蛋蛋赌了1毛钱，他回不来。我回来了。训练有进展了。天才总会将不可能变为可能。1、2，完。教练，他根本就是在耍你啊！我丢了几10年都无法度破的第2球，你们2个都够了呀！品翔，毕竟你是天才，所以颠不到100个，不准归队。收到。可恶啊！出来吧，你藏在那里已经不止1天了吧？狗二娃，怎么是你？算不？可以啊，你还是头一个散步散到我家院子里的。爱信不信。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想教我？颠球，最重要的是要注意膝盖的曲直、旋转的幅度以及节奏。哦，没懂。高估你了。我给你做个演示吧。膝盖的曲直就是活用膝盖，让腿充分的摆动起来。而旋转和节奏是指球向我们旋转的方向以及摆腿的频率。好厉害！狗二娃，教我颠球吧。刚才不是教了吗？哪有1遍就会的呀？以后在我身边一直教我吧。真拿你没办法。还手，还手！大赛将至，根据练习赛的结果，多来局3人组
将替换蛋超波组合，成为主力后防线。什么？教练没搞错吧？对呀，教练，队长他们只是一次失误。不必多说，蛋哥，比赛是不允许有失误的。阿球教练，有电话找您。狗二娃，你拉我回来干嘛？所有人来会议室集合。因为今天是全国大赛预赛分组确定的日子，只有小组的前2名才能进入淘汰赛。我们第1场的对手是景元学院。景元？那个戴帽子的家伙。不要让我回忆起41比6的人生污点。有这些球队的资料吗？有，不过只是大概，仅供参考。景元学院是全国大赛的常客，主力都是全区1等1的高手，就连替补都非常强大。天山学院是近年来新崛起的队伍，以团结著称，实力不容小视。双龙学院是一支老牌劲旅，防守能力全区1流，是一支极具特色的队伍。教练，我们接下来的计划是？当然是合宿集训啦！在蓝星上，人们对足球有着无限的热爱。而如果我成为足球明星的话，凯龙，申请通过了，欢迎你加入我们。真的吗？这么快就让我入队？谢谢。等等，这么轻易就让我加入他们的团体，难道说他们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还是说我的复仇计划暴露了？对了，你能摘掉面具吗？拆面具，蓝星人果然狡诈，这就迫不及待地想要看我的真面目了吗？这年代还有人戴面具，真奇怪。踢球厉害不就行了？让我来试试看。要来吗？竟然敢挑衅我，那就别怪我踢爆你了！好厉害，漂亮，漂亮！凯龙，你真是牛啊！牛？牛是这个星球上的一种食草动物，你个蓝星人连这都不知道吗？这……好了，一起训练吧。哇，这就是品祥为了合宿集训买下的别墅吗？好大呀！来，每人戴个手环。什么东西啊？买别墅送的运动手环，哇，附带定位、检测心率、睡眠质量等等为一身的高科技产品。看来翔也为了这次的特训做足了准备啊！各自回房休整，我们晚上8点见。吃了饭就困，要不睡一会儿吧？特训马上开始，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了？停电，电源出问题了吧？谁懂电路，跟我去看看。其他人先在周围跑跑热热身。啊！要死人！球的感觉。哦耶！按照教练的方法，球感果然提高了。别怕，就一颗足球。可是，你可别忘了啊，那100球还没达到。嘿嘿，100很快的，我可是天才。那要不要挑战一下更高难度？难度？你想，如果你能在黑暗的环境下颠上100个球，那我就能变得更强大。停电了，我们玩捉迷藏吧。好啊，我赞成。停电了玩捉迷藏，太刺激了。我也想去玩。我也不准去！想一直做替补吗？球队好不容易发展起来，我们却成了替补，你们甘心吗？有点出息就留下来跟我一起练球。对不起，蛋哥。打起精神，抓住每1分每1秒。好。这是怎么会这样？1个、2个、3个、4个、6个、7个。喂，这位兄台，你在鬼叫什么？你打乱了我的节奏，你知道吗？英雄，你踩我脚了。哦，不好意思啊。你们这样练是没用的。什么动静？别慌，可能是风吹的。风能吹出人来？不是说不慌吗？有。我
哦，不是鬼了，这只是个足球。如来、撒旦、赫迪斯，都不是。那你怎么自带荧光效果啊？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刚才训练的方法不对。什么叫我们的方法不对啊？你很厉害喽。还行，要不要试试？好强！怎么样？想知道怎么拦下我吗？请务必教导我们。史源，余风学院队长，曾带领余风队获得全国大赛总冠军。不过，你不是他。足球训练模拟器，一款可以让人在梦中训练足球意识和经验的高科技产物。你应该是29年前余风学院通过采集球员数据而生成的模拟人。只通过笔记上的一些碎片信息就能推理出这些，你很厉害。你不可能进入现实，只可能是我们在梦里。你是怎么做到的？运动手环吗？这东西还有催眠功能。那个笨蛋，你应该随着机器的废气而沉睡。为什么这么做？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实现啊。我们？愿望？没手环，你们别想出去。想要出去就跟我来吧。等一下，你们想要出去，只有2个办法。第一，我现在就主动放你们走，但这是不可能的。第二，跟我们比上一场，赢了就放你们走。哎，没想到你们会答应。能跟全国冠军比一场，可比我们踢100场收获要多。不答应也出不去啊。蛋哥，你们怎么在这儿？他是停电后，我们就一直在练球啦。这是罗奥。罗奥，有个事情告诉你，别太激动。什么？我们现在居然是在梦里？我们要和他们踢一场比赛。真的吗？我们盼了20年的比赛。蛋哥，等下我们就能交手了。可惜我们只是替补。没关系，替补也有闪光时刻。我等你。罗奥，还有，我教你的记住了吗？永生不忘。这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我等了整整29年。在这29年里，我幻想了无数次的奔跑。拦住他！这就是全国第一的实力吗？我也曾幻想过无数次这样的对决。看不清，连狗二娃都拦不住吗？不过，好可惜啊，我们只是一组数据。队长，不要停！这不正是你期盼了多年的比赛吗？虽然我们只是别人的复制品，可是现在在这绿茵场上奔跑的不是他们，而是我们啊！队长，这么久了，我们也有自己的愿望。大家，队长继续啊！队长，因为这可是我们的第1场比赛。每次都这么纵容我，谢谢大家。上！真厉害啊！不过再强的人也会露出破绽。狗儿娃，只能靠你了。笨蛋，你没看到我也被突破了吗？你可是我心中的第一啊！拿出凌驾一切的自信吧！全正，你刚叫我什么？太慢了！过了1个人就放松警惕，这可不行！哈哈！球给我留下！别忘了我！看得不错，我们既可单兵作战，也可抱团。短短6分钟就进了2个球。全中，你们这个状态想要赢我们有点困难啊。比赛才刚刚开始，现在下定论太早了吧？为时过早吗？那就来打败我们吧。
这就是冠军队的实力吗？好强！可恶啊！我也想上去跟大家一起。小蓝，291，就是这样，不要忘了自己的队友。多谢前辈。实验下新技能吧。传球的话，尽早起脚斜45度传，这样更快。谢谢前辈。完蛋！决一胜负吧，前辈。放马过来吧。现在的你赢不了我。我试试怎么知道？他动作太灵活了，这家伙，小前辈，可恶，破坏了我得分的机会。这么古老的1对1兵法，想破解也太简单了。这3个人防守做得太差了，破局就从翔这里开始吧。你在干什么？哪有前锋前后转来回跑的？你家球员一直这样吗？是啊。防守！新月射门！不是射门，是想传给谷雨。就想射门！看我的吧！我的球感早就今非昔比了，这一球肯定能进。进去啊！上半场结束，门柱没进。史源前辈，你刚才其实蹭到品翔的球了吧？一点点。大家不要丧气，比赛还没结束呢。可是我们已经落后3球了。没事，有我在，你们怕什么？说得好，他们的防守技术还停留在上个世纪，足球的打法可是日新月异的。没错，就像刚才翔用灵活的跑位打破他们的4-3-3阵型，正是破解盯人防守的最优解法。你看到了，做得很棒，继续保持。而根据刚才的比赛，你们的站位和跑位都需要调整一下。听见没有？狗二娃说我很棒。蛋蛋、波仔、阿超，你们替换多来局3人，重塑后防线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是。蛋蛋，终于等到你们了，那就让我来试试你们的新防线。只要我们在，就由不得你们放肆。全国第1的锋线球员，居然被拦截了！大哥，厉害啊！漂亮，不愧是我的徒弟。哇，我们的进攻被瓦解，和你有关吧？回地头，拦住！他早就跟不上我了。这家伙的体力比全国第1还要好。快传球给我！快传球给我！品翔太兴奋了，是因为又一次没进球失去理智了吗？古雨，看来2次失利，你的队友已经不相信你了。球，我的球，我可以的！想你要干嘛？上面！你满意了？我放弃俱乐部的邀请，可不是为了看你胡闹。二娃，如果这是一场正式比赛，你的做法会让大家一直以来的努力付诸东流。你太让我失望了。大家别放弃，我们再扳一球。好，大家加油，争取再进他们1个球。好。全正，你现在是拦不住我的。没甩掉。我绝对不放弃。你打算就这样放弃吗？
说话呀！你对得起还在奋战的兄弟吗？你难道不知道，大家之所以愿意将梦想寄托在你打造的球队上，是因为什么吗？什么？是信任，全都是信任你，你知道吗？信任吗？我完全没有资格。能把大家聚集起来的你，那个一直以称霸足坛、成为绿茵英雄为梦想的你，比任何人都有这个资格。大家，对不起，我不要急，球权在我们手上，破门是迟早的事情。谁破谁的门还不一定。香，这家伙终于回来了吗？一直以来，我总是拖大家后腿。什么情况？只是这样的话，有着不想放弃的梦想，所以恳请大家同我一起跑到梦想的终点吧，拜托了！好。别忘了还有我们呢！翔，往前冲！品翔，接下来就看你了。这头球我可没输过。怎么会在这里输给你？比赛结束，3比4，于峰队获胜。我进了，我进了，我人生的第1球！输了，出不去了。别紧张。怎么？你们的信念、对足球的热爱，以及互相之间的信任，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了足球的魅力，更让我们经历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比赛。所以，我愿意放你们走。也就是说，我们能出去了？万岁！这就是你们的愿望吗？这座别墅是为了培养于峰学院的下一支冠军球队专门建造的。他们也是在那时留下了数据与资料，只是可惜还没有投入使用。于峰学院因为资金问题而关校，这座别墅也就一直荒废至今。要知道，我们来自曾经的于峰学院球队，他们的资料、想法、信念都被我们一一继承。我们好奇足球这项运动。足球啊，真是一项有趣的运动啊！你们从一开始就没想害我们。你们走吧，出去后记得关掉机器。队长，为什么要关机？你们会怎样？机器能维持运行到现在已经是极限了。即使当初于峰学院不破产，我们估计也不会被投入使用太久，因为我们的能耗太花钱了。花钱？我有花不完的钱，以后再一起踢球吧。终于回来啦！累死我了。不过罗奥师傅教的技巧真是很实用，我们也跟前辈学到很多。好了，本次特训结束，不过大赛将至，回家也不要松懈。那么解散。是。皮翔。同学，要睡觉回家睡，要期中考试了，别打扰别人学习。我觉得现在好像是下课时间，回家。等等，回家？谢谢提醒，我这就请假回家一趟。魔，我回来了。香儿，我的儿！报告，有一陌生女子靠近老板，已被制服。你要死啊！这是我魔，好不好？对不起啊，老板，我不知道。我没事。不过你这是公司老板，自建球队，全国大赛，可以啊，我儿。既然如此，那有个秘密就不得不告诉你了。什么秘密？其实你爸没死。啊？那他现在在哪儿？目前他还不想见你。为什么？你忘了当初的约定了吗？
爸爸是睡着了吗？那爸爸什么时候醒过来啊？当你成为绿茵英雄的时候。当我成为绿茵英雄的时候吗？这个约定，正是我追逐梦想的动力之一。母，我一定会完成这个约定的。全国大赛预选赛，接旅一定要参加，你们全部都要考及格。怎么办？好头疼啊！这些数理化根本看不懂嘛。不及格就不能比赛，我压力好大，最近老是掉头发。我也是，大哥。找。你们的头发掉的也太多了吧！好巧啊，大家都秃了。你明明是细节对了吧？你们都在啊？一大早这么吵。高培子呢？为什么阿爱掉头发，你却没掉啊？还有高娃，不为考试发愁的吗？我有过目不忘的本事，所以考试轻而易举。原来如此，好羡慕啊！开窗透透气吧。决赛结束后，你该来足球队报道了吧？我们队这次全国大赛可是势在必得。当然，当初输给你是约好的，我说到做到。最近我复健足球小有成效，到时候让你们刮目相看。那我拭目以待。行，不好了！真拿你们没办法。本来以为只有蛋哥学习差，没想到你们都是学渣。难道你成绩就很好？我的语数外物化史政生地可不是成绩能衡量的。那你要帮我们押题吗？非也非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不要说这么高深呐！听不懂呀们呐！头发应声而落。一群文盲，大体的意思是我要对你们进行补课，用知识改变你们的命运。这个大楼看起来怪怪的，详是说来这里补课吗？哦。我送你们的手机里收录了入学以来的所有知识点，而这个补课基地中包含无数知识点关卡，闯过所有关卡走出去，才算补课成功。拿着知识点去闯关，很好玩的样子啊！另外，基地入口完全锁死，3天的生存物资也必须答题获得。3天后，补课基地将会爆炸自毁。什么？不能通关，就和参加全国大赛的机会一起灰飞烟灭吧！补课不成功，竟然会灰飞烟灭！现在怎么办啊？大家别紧张，许翔都是为了大家能够参加全国大赛，我们只要按照他说的做，打通这个副本就可以了。哎，这儿有题。一个物体相对另一个物体位置的改变叫做什么？我知道，跑位。不对吧？岳飞，难道是假动作？还剩最后一次回答机会，如果再次答错，将启动自爆装置。最后一次吗？他只能拼死一搏了！闭嘴啊！这明显不是在问足球。大家查手机，手机里面有这个知识点。啊，答案是机械运动。回答正确，快来领口粮吧。啊，刚才那道题的答案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也是。这次或许真的能考及格。大家要努力啊！我会在终点等你们的。一个外星人在蓝星生活是很艰难的，而我还背负着进军全国大赛的重任，向蓝发红眼的家伙复仇的大义。比赛在即，我不能再去厨余垃圾桶就餐了。想养好身子，就必须赚钱；想赚钱，就必须做刚需的生意。祖传手机贴膜啦，10块一台，第2台半价。哎，价格这么贵，你要么30秒内贴完，要么给我8折，做不做？啊，我做。就算是隔壁街的天龙古法贴膜，也不可能在30秒内贴完。老板，贴完了，这么快？不仅快，而且这么完美。这纯净的屏幕，我都舍不得用自己肮脏的双手触碰了呀！啊，什么光芒？竟然是手机膜的反光，堪比钻石的效果！哎，我也要贴膜，我也要贴膜，赶紧贴！这2天赚了不少钱，为了升级产业结构，我买了一辆车，环保等级应该是宇宙最高，0排量，纯人工动力，全景天窗也是这车的一大卖点，我喜欢。对了，倒车，请还配备有真人语音倒车系统。请注意，
像我这样有事业有车的人，在整个蓝星都应该是鹤立鸡群了吧？救命啊！救命啊！救救我这个老头吧！救命啊！蓝星人的生死跟我有什么关系？救命啊！喂，蹬3轮的年轻人，你忍心看我一个孤寡老头淹死在臭水河里吗？你输了良心，从此赢了世界又如何？你始终是个失败者。可恶！我怎么会被蓝星人道德绑架？我这就救你！救命啊！救命啊！你怎么连游泳都不会啊？还好我离岸边近，要不然我也会淹死了。大爷，我绝对会救你上来的！我现在就学游泳。你真是年轻人的楷模呀！游泳是蓝星人的高端技能之一，首先要热热身，以免抽筋溺水。加油啊！加油啊！其次需要有强大的力量，再次要优于常人的平衡力，最后还有闪电般的速度。好球啊！好球啊！当具备了这些条件，我如愿学会了蓝星绝技游泳。大爷，我来了！年轻人，谢谢你，要是没有你，我就淹死了。没有我，你也淹不死吧？谢谢，年轻人。哎，你要走了？去哪里啊？回家。然后呢？钓鱼，靠这个吃饭喽。不钓行不行啊？会落水啊。不钓鱼，你养我啊？我养你啊！年轻人，你是贴膜的？贴膜是我的副业，我是踢足球的。足球？那我可不可以做你的球迷啊？球迷吗？谢谢你啊，当然可以。是我害了他们。老板，振作一点啊！我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智商，对不起。你对不起谁啊？哭哭啼啼的，不像话。你们是蠢死的，不关我事。安心的走吧，我会给你们烧纸钱的。笨蛋，我们没事啊！在最后1秒，我们答对了最后1题，顺利通关了。这次考及格，对我们来说轻而易举了。终于及格了，翔，终于完了。翔居然考第1，他太厉害了，我们能都及格全靠他了。对了，他怎么没来啊？翔，你这身衣服好像有什么不一样啊？哼，没错，这套衣服就是我们参加本次全国大赛预选赛的正式队服。大家都到齐了吧？发队服了。蛋蛋4号，孙一回6号，小兰7号，阿伦8号，阿爱2号，沃仔3号，阿超5号，多来局232425，吴宇9号，李翔11号，最后犬仲10号。以上就是你们出征的号码，请用一生来记住。是。周末的预选赛，对手是曾经让沈翔他们惨败的警员。为了一雪前耻，今天开始家训吧。万事俱备，就等巨大化了。今天是我们的第1场正式比赛，希望大家不要有太多的心理负担。发挥出全部的实力。是。好，接下来是比赛阵容。因为菊大花还没来报道，本次的守门员由阿菊担任。什么？第1场对杰旅学院的比赛，我可以首发？高山志这个白痴，练什么必杀射门，练到脚都肿了。虽然脚肿了，但我的必杀技也练成了。曾爽，你对杰旅的调查怎么样了？近期他们去了山中的营地封闭训练。之前他们和纳尼的那场确实6比41输了。还曾经3比8输给了平山，0比1输给了水南。杰旅从战绩上来看，没有赢过1场比赛，
但是教练，别但是了，我可是把他们踢个41比6的人。等下看我来击溃他们。那你，这次我踢不了，你不要轻敌，代替我好好努力。我一定会成为海贼。不对，我会好好努力的。请双方运动员入场。喂，戴帽子的家伙，你们队长怎么躲在老家呀？难道看到我这个未来绿衣英雄害怕了？你们还不配做智前辈的对手，我纳尼就足以解决你们了。他们开球了，快拦住7号！人球分过，好快！小心，他们新加入的球员好像挺厉害的。犬柱前辈，贴住犬柱，别让他起脚。好，后防漏人了，快跟上！凭你们还追不上我？单刀球，不愧是犬柱，一个简单的传球就撕开了我们的后防线。哼，那个蓝发红眼的家伙，跑位也很优秀，只可惜他越位。越位！什么鬼越位不越位的？你居然还不知道越位是什么？所谓越位，就是进攻方起脚传球的瞬间，接球球员比倒数第2名防守球员更接近球门，就是越位了。但是发角球和接外球时不存在越位一说。还有攻守双方在攻方半场也不存在越位。原来如此，别说了，对方要攻过来了。刚开始我们有点大意，这下看我怎么玩死你们！喂，纳尼，你搞什么飞机？快回防！笨蛋，我可是即将成为绿衣英雄的男人，而你只是个喽啰，竟然偷我的球！别怕，还有我孙一回。又想传中，休想！这个角度球会出底线，定型的弧线球，拉不住。这家伙又是7号和犬柱，危险！千万别失球啊！别进啊！我要射门了！我进球了！史上第1次领先对手。果然是一支不可小觑的队伍。怎么会？不对，肯定是他们侥幸而已。别泄气，比赛才刚开始，我们反击。那你多传球，足球是团队运动。好的，我前辈。逼抢的速度好快，你已经没有向前传球的角度了。谁说没有？这是要出界。什么？主线传球？不能让他过去。节旅8号犯规，警员任意球。节旅8号犯规，警员任意球。这个任意球是我犯规造成的，无论如何都要防住。可恶，我又不会守门，偏偏遇到了任意球，好紧张啊！进球的好机会，看我的！高飞弧线球，目标死角。想绕过人墙打门柱的死角，收下！可恶，太高了！阿伦，别管我，快跳！什么？你们是杂技团吗？总算挡住了。玩完，传得好，不会让你们为所欲为。胡云，梅开二度。怎么会？他们怎么会这么强？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大家表现得很好，下半场继续保持。上半场已经过去了，不必多想，下半场全力进攻。可是我们后防会空虚，犬柱和边路的7号传球那么犀利，加上9号的射门，我怕还会继续失球。你想得很远，但杰旅喜欢打身后球，我打算将防线前压，造越位。所谓造越位，就是在对方传球时，防守球员向对面半场冲刺，让对方反应不及，越位犯规的战术。这样我们整体阵型不仅能保持前场紧逼，也能让后防成为一张无形的陷阱网。教练，还是我上吧。你好好养伤吧。那你下半场你的任务就是组织进攻，好好发挥。我知道了，教练。下半场比赛开始，全力进攻！进攻！想得美！之前失球或多或少有我的原因，我一定要想办法弥补。我的脚要断了！他故意抓我，好歹毒啊！恶意犯规，黄牌！我根本没碰到他，你黑笑啊！想吃红牌吗？行了行了，警员的任意球。
杰里11号犯规，给我们送了机会。那你表演成分很大。这次我还会篮下的。我的任意球可是千变万化，不会再给你机会了。看你的了，纳尼！大力抽射！哼，我已经看穿你们的计划了。还有我呢！杰里学员开球，一鼓作气，追平比分。好，传得好，看我单刀直入。越位！怎么又越位了？我干嘛了？越位陷阱取消了。你中了他们的越位陷阱。越位还有陷阱，我该怎么办啊？下次你，进攻，干得漂亮！嘿，哼，杰里11号又要越位了。啊，就是现在！反越位，他单刀了。让想保持和最后一名防守队员平行站位，我传球时再快速前插即可完成反越位。这家伙一点就透，受死啊！士气好不容易起来，绝不允许你射门啊！肚子被肘击了，好疼啊！他又犯规了！怎么回事？刚才没看清到底谁犯规啊！好惨！9月22号禁区犯规，黄牌，杰里获得点球。我这么逼真的演技居然输了，难道？好细腻的演技，如此简单的表情，竟能流露出五味杂陈的心路历程，这就是无招胜有招吗？那你要闹到什么时候？你可是代替我出战的人，怎么老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你不是答应我要努力的吗？是前辈。那你并不弱小，用你全部的实力，堂堂正正的去战斗吧。是啊，一直以来我都耍小聪明，好像是使用自己的力量去战斗一次，就算失败也无妨。别聊了，9月22号禁区犯规，黄牌，杰里获得点球。怎么回事？有点紧张。我比赛的第一个球就要诞生了吗？进去吧！啊！球消失了，发生了什么？没进！这个球速射程基本无解，好在他失误了。狗二娃！大家进攻！比赛还没结束，我们还没输！我来补射！终于可以堂堂正正一决胜负了吗？我是不会输的。糟糕，是假设。哪怕我的力量微不足道，我也要为所爱的球队争取每一次获胜的希望。可恶，就差一点儿。警员学院换人，22号纳尼下，10号高山至上。喂，下次赛场相见，再决出胜负吧。高山治曾经获得最佳少年球员的荣誉2次，是个强敌。志前辈，对不起，我没能帮到球队。笨蛋，埋藏在淤泥的金子，今天终于开始发光了。志前辈，站那么远，我开球了。这球的弧线有点怪，这是外脚背弧线球。他要传的人是高山治。来吧，群众，让你知道什么叫做恐怖。这球飞机了！力度和高度都恰到好处，不枉我练习到腿肿。落叶球，这种球左右摇摆，当靠近球门时急速下坠，犹如落叶一般，故名落叶球。能掌控好的人并不多。高山治这个年纪便能踢出落叶球，此人太可怕了。想要赢的话，还差2个进球，加上补时就有7分钟，足够了。杰里开球，大家稳住，保持节奏，别被对方带着走，知道吗？不好，快回防！哎呀！
是不依不饶啊！可惜这球我进定了。加上补时还有4分钟，你们甘心平局吗？全力进攻，在最后时刻绝杀他们！是。双腿已经接近极限了吗？大力，等下防守靠你们了。莫非你的伤？好。杰里开球，绝杀！大家守住。皮翔，好，可以射门了，想得美！有进步啊，学会助攻了。什么？上杆安置，回防！再进1球就赢了。停下！节律3号禁区犯规，警员获得点球。最后来了个点球，我们必胜。节律换人。这个时候换人，我们还能换谁？哼，他终于来了。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阿花，打篮球吗？我今天得练习颠球。阿花，来篮球队吧。可是我已经加入足球队了。阿花，要是能和你一起打篮球，多好！我的梦想说不定就能实现了。第32届全国校园篮球比赛，节律学院篮球队获胜。接下来，该实现我自己的梦想了，靠你了，徐大花。点球的命中率高达70%，以为换了门将就能守住吗？守不住的话就输了，我可不想初登场就吃败仗。这是短距离弧线球，还在向外旋转。什么？单手就接住了我的射门？从今天开始，节律的球门由我罩着。上吧，皮翔！什么时候？皮翔还没放弃吗？比赛就剩10几秒了，难道品翔以为还能赢？怎么可能？裁判还没有吹哨，我们还有赢的希望，要赢！比赛结束。这算不算进球啊？节律赢了吗？进球，无效。好在比赛结束了，中场就能破门，想想都后怕。刚才那球很漂亮，列队吧。本来应该能赢的，是我第一次点球没有做好。对手太强了，平局也不算差。全州，比对手更强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赢了？也许吧。你哭了？没有，是汗水进眼睛了。哼，下次我们会赢的。